后来，过来是这个加爪之乱，警方追查这个嫌犯，就是最近新兴的帮派势力德联帮育人会成员。讲这个育人会人数真多，有袂少的分会，专门来吸收到少年人加入。平常时啊，以恐吓、处财、甲暴力讨销为上界主要的经济来源。阮也介伫上北市共喊店闹代志。警方昨伫新北市阮也所在来收网，查扣到七头枪、电击棒、刀械、毒品等等的证物，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。查甫人也杀无走，不过当前几个警察只好司机随冲过掠人。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就是帮派育人会成员。警察调查发现，这个育人会人数真多，有真侪分会。今年2月，中和分会本来闹人要去报仇，经过新店区，因为扣民众给赢一个，就摕棍仔甲人喊，行为真唱秋。他们平常是以暴力讨债为生，然后而且也经常吸收我们新北地区的一个青少年来加入他们的帮派，来壮大其声势。一群少年仔平常时就是亲像安尼喊店，四界掠代志。新北警察军装几个月锁定9个嫌犯，嘛甲人掠起来。因为这个月初伫咧北市发生破家族的案件，嫌犯同款是育人会的人。面对帮派安尼老师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嘛看袂做。你在新北市敢闹事，我们这里的警政，我们所有事务团队绝不允许。侯友宜强调，绝对会给人处罚，希望民众会当放心警察办案。